南投縣府宣布，4月初一開始要補助縣內65歲以上世大，也閣有55歲以上的原住民因的健保費。大家人逐個月呢，上濟是當領826塊，而且呢，這是無排除好野人，戶口只要設佇南投，安尼就領會到。南投縣政府體貼長輩，讓您省下負擔。南投縣政府宣布，自4月份開始，無排除好野人。補助專關65歲以上的視大人健保費。今年的4月1號開始我們縣府會幫他們繳第6類的一般人員的每月826塊的健保費，那一年9912塊，將近1萬元。我相信對南投縣的鄉親是一個很大的福利。副縣長指出，南投縣人口大概是46萬7千人。65歲以上的老人有10萬7千人，正前健保費補助攏是補助較弱勢的人。不過因為南投縣政府去年底達成無負債目標，今年財源較穩定，所以推出老人福利，減輕縣內視大人的健保費負擔。而且和其他縣市的補助無同款的是，免申請，而且無排除好野人，入戶口就當隨補助，民眾知影攏真歡喜。聽講無排付條款哦。係啊，擋會掉啦，擋會掉總是對百姓足好的代志啊。老人攏無趁錢啊，對無？啊，所以這是互老人一種福利。因為即馬即種健保費加碼，攏是各縣市政府家己加碼，啊有的排付跟有的不排付吼，所以大家的步調不太一致吼，啊這嘛真麻煩。學者認為，現主是各縣市健保補助無共調，希望中央會當有統一的規範。縣府強調，補助健保費是落實個人友善城市的第一步。那當地民眾是表示，老人人口才會加袂減，有贈負擔才會愈來愈重。希望縣政府嘛愛評估財政，互福利政策會當延續落去。記者安修南投報道。